我會同你結婚。可唔可以同我結婚？到快問快答時間，3揀1，初音未來的消失，定初音未來的擊唱，定初音天地開闢神話？初音天地開闢神話，我中意佢讀3。初音未來的消失。初音天地開闢神話。消失擊唱。啊，消失。消失。 Project Diva 定 Project 世界？世界。 Project 世界。 Project 世界。 Project Diva。Project Diva。唔好意思，我係識界處，但係我都好中意 Diva。Project 世界。一個初音最 iconic 嘅嘢。雙馬尾。雙馬尾。綠色雙馬尾。另一重色。最後一題就係講一首你覺得可以超越千本櫻嘅歌。呢個有啲頭痛喎，呢個。可能未來會有呢。超越千本櫻，世界第一的公主殿下。冇。我覺得真係有啲冇。如果科技進步，有真人版初音或者係 V 加人物俾你同佢自由互動，你想同佢做咩？好感謝佢喺我好多情緒冇咁好嘅時候，我聽佢啲音樂就好似真係拯救到自己個心靈咁樣。我每次傷心嘅時候，我就好中意聽 V 加六子佢哋一齊唱嘅 Blessing， 因為我自己聽到喊。我好想去拎翻屋企啊！想同松音一齊轉圈圈。我日日叫佢唱歌俾我聽，做我嘅鬧鐘。當佢係神咁捧住，我會乖乖做一個追星迷妹。一齊上台跳舞。同佢講，我又幾中意佢。